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龙山寺天后宫拜妈祖拜关公求跳行12这是人，什么声音？歌有牛一饼，红眼歌来鹿港真好耍。牛一饼，鹿港，你是咧念啥？乐乐，这阿兄阿姊讲的是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鹿港。鹿港，敢是头壳顶有角的迄个鹿？无毋对，鹿港是安怎会叫这个名是有原因的哦。今仔日咱就来做伙去鹿港小镇踅踅咧。伫鹿港，你会当看到台湾早期港口繁荣的生活面貌，有真侪古迹、旧街啊，阁有好料的，嘛会当坐三轮车四界踅哦。哇，这是倒位啊？这个厝看起来足奇怪的，甲阮兜生做足无共款呢。这个涂骹嘛红红。嘿嘿，乐乐你好啊！你是啥人啊？我叫阿乐，是真正住伫遮的读册人。今仔日就互我来带你熟悉鹿港。好啊，阿乐，是安怎这边的涂骹拢是红色砖啊？甲咱平常时行的点仔甲真无共款。嘿嘿嘿嘿，这就要为鹿港真正的故事讲起咯。你即马徛的所在是较早鹿港上闹热的商店街哦。鹿港较早捌互人叫做鹿仔港。我听老一辈讲，古早才可能有真侪鹿生活伫遮，所以大家才会甲遮叫做鹿港。哦，原来这正前住真侪鹿。哈哈，鹿港原来阁是较早台湾真重要的港口哦，捌甲台北艋舺、甲台南同款，是真重要的商业中心。嘛做伙，互大家叫做一府二鹿三艋舺。真侪人会为无共地区来这三个所在做生意。啊，那鹿港嘛，因为离中国泉州真近，有真侪泉州人来遮。哇，因爱对真远的所在来呢，敢讲因甲我同款拢爱冒险？有可能哦。对因做伙来台湾呢，阁有其他物件呢。嘛，甲乐乐你头拄观察到的红砖地板有关系哦。你甲小朋友做伙想看觅咧，是安怎会有遮的红砖啊？一，用来甲地板配景的；二，倒甲船驶去鹿港；三，起厝村呢？答案是二，倒甲船驶去鹿港。啊，是安怎红砖会当倒甲船驶去鹿港咧？这是因为迄阵为泉州送来的物件，主要是布、汉药材为主，这物件拢较轻，所以会需要用石棒、红砖、插头来互船沉较落去，到三共驶船。啊，那石棒甲红砖会互人摕来铺涂骹，插头是互人摕来起厝。原来是安尼，才有遮侪红砖。阿乐，你知影足侪代志的呢。哈哈，迄是当然的咯。想当年我是……哦，内底足侪人啊！啊人呢？等我一下啊！遮哪有一个一半圆圆的物件伫涂骹？阿乐，这是啥？哦，拄则拢无要等我呢。这个叫做半边井。较早的人啉水无像即马共款方便，拢爱乌井为内底提水。不过乌井是真贵的哦，所以毋是每一间拢会当有家己的井。这户人家真善良，因甲家己厝内的井分做两半，一半伫外口，一半伫厝内，分享互厝边头尾也是过路的人用。你足善良的，我嘛知影爱分享。我转去要甲我上喜欢的佚佗物仔拆一半，分享互心心伊。嘿嘿嘿嘿。遮哪敢若有一个门？乐乐，这个是爱门。较早鹿港，逐条街仔路巷仔口拢有爱门，即马敢若剩这个尔。是安怎会有这个门咧？乐乐，你想看觅咧？
是安怎会有爱问呢？一，为着要互街仔路更较好看；二，经过爱收费的所在；三，做分界线防贼仔。答案是三，做分界线防贼仔。咱拄则讲到，鹿港进前有真侪无共所在的人来做生意，无共族群的人有时阵会相拍，所以爱门就亲像城门，有做界线防御的功能哦。相拍，袂使袂使。遮足热闹，足侪人诶。天后桥，就是阿兄阿姊讲到的迄个天后桥，我想要入去看卖。乐乐，这是鹿港其中一间真重要的庙，你会当伫遮观察到真侪真厉害的建筑艺术，像雕刻、画图等等。若遮主要菜业是保护渔民的妈祖娘娘。我知影妈祖娘娘，王阿姐有甲我讲过。乐乐真赞，有真侪人拢会特别为拜的所在来拜拜，尤其过年过节来鹿港佚佗的时阵，拢会祈求妈祖娘娘保庇大家一年好运平安哦。妈祖娘娘，最近我拢真乖，请你保庇我会当平平安安，看乐乐 TV 的小朋友拢健健康康、欢欢喜喜。乐乐，稍等者，你举头看觅。哇，这是啥？看起来敢若蜘蛛网。这叫做八卦天井。较早，敢若宫殿甲庙寺的有，是真高级的建筑设计哦。八卦的设计有镇邪、平安的意思，是毋是真厉害？若台湾保存甲上完整的天井，嘛是伫鹿港哦。有机会再带你去看觅。好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哎，乐乐，你好啊！是啥人咧叫我？乐乐，你看正面。哎，我伫遮。你是好？对啊，我是倒青龙正白虎的白虎。阮是龙虎岛石雕，青龙伫我对面。倒青龙正白虎，迄是啥？普通我会互人放伫神明的正面，倒面是青龙的位。人相信安尼伫风水顶头会当带来一寡好处哦。哎，看我威猛的姿势，哇！响亮的声音，呼啸成风。呼啸成风，边还阁有一只细只虎呢。乐乐，你嘛会当用呼啸成风，还是虎虎生风，表达也是祝福一个人真有气势、勇猛。哇！我嘛真有气势。哪呢青龙咧？我要去看卖。嗨，乐乐，我是青龙，下骹的师傅当咧甲我画生动的目睭。你看我的下骹，阁有啥物动物？下骹阁有细尾的台啊！对，有2尾鱼。台啊箭楼跳过龙门变做龙，代表一个人变甲搁较厉害，也是考试考甲足好，达成心内想要完成的代志。所以，咱嘛定定用鱼跳龙门来当做祝福别人的好话哦。就厉害的，祝福大家鱼跳龙门，嘿，我跳，呼啸生风，哇！嘿嘿，还阁有我伫遮，我是麒麟岛石雕。阮麒麟是带来吉祥的动物，我生做真特别哦。头是龙的模样，身躯顶有蓝。脚像马蹄，尾溜是牛尾。哇，你有影生甲足特别嘞！多谢你学了。其实你伫真侪所在拢会使看到我哦。后摆会记你看到我的时阵，甲我拍招呼。再会。好，再会。我要去其他的所在看卖啊。喂，遐有三轮车呢，阿姊，我要坐三轮车。好，来去，咱坐3轮车去踅踅咧。你的细字坐好哦。
到位啊，才是望灵巷。望灵巷，是安怎叫做望灵巷啊？这足矮呢。乐乐，其实这是咱即马定定看到的烽火巷。较早无电火的时阵，行路的人需要用油灯，也是往壁行，较袂跌倒。毋过，拄着有人嘛要为另外一边通过的时阵，因为伤矮，可能会互相磕着，就会有淡薄仔解叫啦。我行看卖。啊，足矮，真歹行。嘿，出来啊！咱来去后一个所在。刷落来，咱来到九曲巷。乐乐，你先行看卖。好，这嘛是阿兄阿姊有讲到的九曲巷12楼。那会弯弯翘翘，敢若袂强咧，会当算几掠人啊？来甲我掠！哎，乐乐，这是我较早住的所在哦。阿乐，你甲我吓惊着啊！我实在是伤欢喜啊啦，有影歹势哦，嘿嘿。这叫做九曲巷，就是因为这个厝较早是沿港口的河道起的，所以才会安尼弯弯翘翘。不过嘛，因为安尼，这个巷啊，除了有防贼仔的功能，嘛会当炸风沙，寒人嘛较袂寒哦。原来是安尼，无怪遮较安静，听袂到风的声音。那安尼，这个石头放遮是要创啥咧？哦，这哦，你摇看卖啊。伊是一，较早厝的围栏；二，行路人休困的石头；三，保护厝的石头。我摇二，互行路人休困的石头。哦哦，答案是三，保护厝的石头哦。较早，这拢会有载货物的里仔卡来来去去，厝头家行货车甲壁撞歹去，所以才放石头来保护歹弄着的壁哦。足巧的，过路人踢着石头，一定嘛真疼。顶面敢若有一个电话卡呢，这是倒位？12楼。12楼，这是我较早上介意来的所在。顶面的走廊甲下骹的路形成一个十字。较早像我安尼读册的人，真爱伫顶头互相交流。这个所在会当弹琴、行棋、画图、写诗。唉，我真思念我的朋友啊！唉，那边哪会有遐济花干啊？哦，迄毋是花干啊，是倒红。这嘛是较早对城里人做回来的哦。倒红伫较早会当摕来熬菜、做酒，拢真实用。但是倒红实在是伤济，所以大家嘛甲摕来做建材，去做红壁哦。阿乐，你较早甲朋友来的所在，阁有即个红壁，拢足厉害的。作为美男子，迄是一定爱的啦。阮食阿舅，拜拜。再会哦。龙山寺到哦。哦，这就是阿兄阿姊讲的龙山寺。不过是安怎拢围起来啊？乐乐，龙山寺目前正在修复，因为伊已经真久啊，真侪所在拢需要整理，也是重新油漆。哇，修理遮的师傅拢足厉害的。对啊，古迹修复是真困难的，要按照真侪历史资料才会当正确复原。等修复完成，就通看到龙山寺较早的威风咯。伫龙山寺是会当看到真侪有路的设计甲艺术咯。足期待看到以后龙山寺会变做啥款。无毋对，等修复完成了后，会当过来看卖。乐乐，时间嘛无早，咱来转。今仔日我听到足侪故事，熟悉真侪所在。鹿港是较早真重要的所在，
有真侪人来这边做生意，嘛因为安尼有真侪较早的商店，阁有涂骹铺真侪庄啊，嘛因为安尼有一寡人会冤家抢地盘，有爱问就会当保护阿乐甲伊的朋友，阁有厝内底的人。阿兄阿姊讲到的九曲巷，弯弯翘翘，敢若迷宫。12楼是较早阿乐甲伊的朋友做伙交流行棋、弹琴的所在。阮阁坐3轮车去天后宫、龙山寺，听讲遮嘛有足侪好食的点心，像牛舌饼、甲红眼糕，阁有蚵仔面线。我嘴烂强要流出来啊！小朋友，若是恁有来鹿港，会当去阮今仔日去的所在，嘛会当来坐3轮车游鹿港哦。通袂记得，嘛会记得写批来录批箱，甲我讲你敢有介意今仔日的影片，也是上介意鹿港的倒一个景点哦。拜拜，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行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搁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搁较侪资讯，嘛莫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。